歡迎大家收睇遊輪機頻道啊！喂，今日呢一身造型咁 casual， 仲喺地下鐵搞咩啊？而家趕緊時間，盡量快啲奔過去。呢咧叫我睇下呢個地鐵站就知啦，佐敦地鐵站。咁梗係去呢一個咩死亡3條街啊！係啊，扎諗去啦。睇下陣間拍啲咩先。好 ，go go go， 轉頭見。Sorry。心都卜卜跳啊！係因為行得快啊，年紀大。啊，你狗衝咗嚟呢度。新華今日點解要嚟呢度咧？因為咧有呢個日本呢個名人大師啊，平和暢也嚟呢個做1日店長啊！我哋入去睇下可唔可以拍下啲情況俾大家睇。Go go go！ 哇，果然好墟冚啊，好多人啊！我哋鼠到入去先。哇！今日幾多人喺度？哇！見到啊，聲啊！大師喺度啊，幫各位簽緊名啊！Hello！ 唔知陣間有冇機會同你傾下偈啊？握手都好，轉頭先，唔好阻住大家。開心仔而家揾阿 Sensei 幫我簽個名先，轉頭再講。開心可以揾阿 Sensei 簽名。我釣到白蠟都係睇完佢呢片先釣到嘅。呢度。唉，差唔多到嘅你。我點嗌你啊？你睇下今晚幾多人喺區內，今日有 special 派，所以好得意。今晚除咗攞到平和暢也大師嘅簽名之外呢，仲同佢一齊食飯啦，可以有啲吊技嘅交流啊，真係開心死啦！而家係4點43分。哇，黑咪掹啊！又凌晨啦，大家好啊，歡迎收睇遊輪機會頻道啊！咁啊，繼琴日哇眼瞓，琴日咁 casual wear， 今日都係咁 casual wear 係嘛？今日嚟搞乜嘢咧？哇，睇下先，呢度邊度嚟啊？呢度係一個碼頭啊！今日搞乜嘢啊 ，Alan 嚟？今日嚟參加呢一個2026啊，Shimano 輪海杯比賽。哇，你睇下。幾震撼！正話跑晒啦，衫都濕埋啊！唉，今日我唔係嚟比賽，今日我有幸啊，俾你邀請到嚟做工作人員啊，嚟一齊幫手參與下呢啲機釣嘅盛事啊！咁啊好開心！咁啊而家排好晒嘢 ready 好晒啦，咁啊一路等緊啲參賽者嚟。之後就搞下抽籤啊，搞呢度。咁啊，今日為大家全程希望可以直擊到啦，係啦，就係咁樣啦。咁啊，仲有我哋今日有個日本名人啊，平和暢也先生啊，我好中意睇你片，好犀利。係啦，咁啊陣間再拍攝下先，加油！嗱，我今日見到呢兩隻艇，我認得，我出招就係去坐佢嘅。咁啊，應該今日我哋幫手上招嘅，係啦，便利店嗰兩隻艇喎。我哋大師都喺度啦，平和暢也大師啊，食緊早餐，唔好騷擾人哋啦。陣間開始再影。好啦，剛才要幫手搞抽籤派位嗰啲，咁啊冇拍到啦，咁唔緊要，而家派好晒啦。你睇下各位嘅建議啊，好緊火啊，個個已經喺度準備開定蝦粉啦，好犀利啊！哇！撈啊！個個都撈到啊！撈嘢啊！而家呢個碼頭係傳嚟一陣好香嘅有梨粉味啦！哇！好犀利！加油啦，各位師兄、各位師姐，努力啦！犀利啊！好嘢！當然個個唔少得呢個環節啦，同我哋平和暢也大師影下相。好，
我都唔輸蝕，陣間過去黐翻兩張相影下先。哈哈。好啦，大家開心。Thank you。有啊，浩哥再同大家講多次比賽規則，然之後點樣嘅今日嘅流程，跟住我哋就開始一齊分組上船啦。如果去到第一個位，1、2唔啱咧，有3、4場，1、2咧就排翻去隊尾㗎啦，排翻去隊尾揀㗎啦，就唔會係第2、3咁樣揀㗎啦。如果你第一個位1、2唔啱咧，就去隊尾，即係去16之後咁樣。呢啲比賽好熱鬧，好開心。下次啊，我有機會都希望可以參加下。好啦，幫佢哋安排好晒上艇啦。我哋呢艇係 A 艇，16個健兒喺齊度啦。各位加油啊！加油！好啦，出發。好啦，加油啊，星！努力。好啦，又派咗2個啦。掂啦！好啦，派晒啲人上招啦，咁而家輪到我都上啦。上咗邊度呢？哇！呢度好熟悉咧，冇錯，上咗碼頭啊！唉，各位大師都上晒嚟。哎呀，我哋阿平和卓也先生都喺度。呢位係SMAN 佬嘅高層，係啦。咁啊，陣間我再拍下。好。由於風大呢，我哋一齊喺同一個碼頭釣啦，咁所以我可以好有機會、好幸運地呢，近距離睇下平和卓也先生嘅釣法啦，佢唔係打有你嘅方法啦，哇！令我獲益良多，真係開心啊！耶！各個大師各據一個地方啦。咁啊，我安頓好晒啲嘢啦。咁我冇嘢做啊嘛，冇嘢做梗係釣魚咧。冇錯，我都喺度紀州釣。X 一包，速戰一包，可能開半包速戰啦，1包 X 啦，因為仲有1包 X 喺度嘅。咁啊，我同阿傑啦2個拍住玩嘅啦，今日係啦。咁啊，事不宜遲，開盤。好啦，比賽嗰度我見到有位選手攞到條好嘢喎。哎呀，拍唔切啦，跑到過嚟，見咗最尾嗰位師兄落咗樓機，應該都好大條，好似牛絲嚟嘅。好啦，各位加油啊！唉，慢咗啦。慢咗。唉，呢邊都有咯。有生物有反應，哎呀，唔係 friend 啊，雞泡啊，好嘢啊，老友嚟嘅。好，再有咩情況再拍俾大家睇。好啦，呢邊都有啲選手努力緊啊，大家要加油啦，加油啦各位！介唔介意拍下你啊？呢位參加嘅健兒中咗條黃立倉啊，犀利啊，犀利啊！可惜唔係立魚，都有魚啦，起碼有魚玩啦。哇！哇，唔止1條喎，有3條咯，勁喎，犀利！加油加油啊！有2條，有3條，跟住之後立魚噶啦，厲害厲害！唉。哇！真係可以現場直擊報導啊！真係有位朋友仔參賽選手釣到魚喎，我哋直擊下先。哇！大條咧！哇！聲好大條喎，條黃腳，犀利喎！加油啊！好力啊！點啊？叻啊！努力啲！好神啊！好神啊 ！hit 到啊！阿傑可能攞支撈機嚟。係啊，好高干巴爹，冇力啦，干巴爹，哇，豪哥真係好嘢，大牛啊我估，係咪大牛啊？哦。
哦，大黑鯊，好嘢。阿傑讓開，俾個位我拍緊。好嘢，入得。擰轉背呢邊。啊，好嘢，好嘢。哎呀！犀利。Good size。哦，豪哥犀利！哇，呢個係食蠔粟喎呢條。Good size，good size。豪哥，好嘢。真係有喎，好嘢啊你！嚟自日本嘅朋友啊，都有啦，犀利啊 ！hit 到啊，喺度，唔會暗釘係嘛？哇，牛屎啊！入得！哇，好大條啊！我要過去拍下先，唔得，我都唔吊住啦。哇！干巴爹！好嘢，犀利！哇，大牛屎啊，係咪啊？犀利！哇！哪有去努？哦，nice 啊！一番，好嘢，加油啦！哦，哦咁勁！哦，殺！Not a big 嘅。啊，又釣到參吃的小狗哥，係啦，個肚仔咧食到幾肥。好啦，拜拜，阿力吉到嘅啫嘛。戰情好激烈啦，唔覺呢邊有師兄都仲有2條黑鯊，應該有機會又有。好戰況激烈，你估唔到啊！以為今日嚟到咁大風匿晒入嚟冇，但係偏偏就係咁噶啦。咁啊，加油啦各位！好啦，我哋 A 區夠鐘啦，而家咁啊接人啦，咁啊睇下第一個接先，睇下有冇。好，安全緊要啊，慢慢嚟。好睇腳啊！好啦，繼續啦。正話遠處見到呢位師兄有攞膠袋出嚟，究竟係咪裝好多魚咧？得，有魚即係有。睇住，得，我會幫你嘅。好，有水架重啲。好，放得。仲有冇？好，啱啱有師兄有，哇！睇先，先到為快喎。哇！大牛 K 啊！上咗啦，幾犀利！44度，加油啦！師兄揮個手，哇！好嘢，44 cm 度啊，應該有掂。攞多幾條 OK。接人㗎，冇魚啊，咁唔使。咁你唔好走啦。拜拜。應該唔會嘅。冇魚啊！頂住先啦。好。好啦，跟住呢個位，哇！急不及待，見到師兄已經一袋啦。好嘢。係啦，落咗嚟先，人落咗，俾晒架撐落晒人先，魚就。下一步，企穩先，係啦。
好，人嚟，OK，得唔得？嚟，OK，搞掂，OK 啊，有喎你。啊，都好啊，啲沙律。平頭哥，仲有，好嘢，犀利星，俾個勝利嘅笑容擰轉嚟睇下先。啊，掂啊，幾魂不死嘅，啊，幾清勁喎，因為停風啊嘛。哇 ，good size 喎。哇，都40幾，43至44。爭啊呢個！好睇腳。好 ，OK，冇啊，冇啊，隔離掉晒啊！哎呀，前後腳唔使急啊，懟咗先啊！我都有包個老鼠。好，好啦，麻煩你如果有魚就交埋出嚟，而家係啦。唔係抌咗我個名牌就不得了啦，辛苦你啦，慢慢嚟，慢慢嚟。係啦，除埋頂嗰個扣。好嚟，喂，都有咁上下重量啊！好嘢，犀利師兄，好嘢。師兄，俾個勝利嘅笑容擰過嚟望下鏡頭先，開心，好嘢。好啦，擺埋啲魚啦。好，安全送達各位選手上到嚟碼頭啦。今日係時候一決高下啦！哇，好緊張啊！呢度一堆堆啊！哇！可唔可以容許記者嚟直擊下先？哇！黑家婆賣魚喎，呢度好誇張喎！睇下先，哇！47、8喎呢條，哇！食咗咩啊？呢度好大條喎，呢條又，呢條都46、7喎。哇！犀利喎，犀利犀利！人肉度尺，哇！呢條50喎，有機會，因為我度唔到啊！哇！好犀利啊！哇！邊位師兄，我哋陣間要問下佢先。要訪問，你要訪問。師兄係咪怕醜啊？比較怕醜啲啊？師兄點釣啊？呢條魚？點釣啊？自己游上嚟啊！好嘢啊！犀利啊，師兄啊！打粉見到佢游。係咪啊？一筆佢不來。你係咪嘴頭嗰個師兄啊？呢條有得度下啦。呢條。哇！呢條47、8都有47、8。高手雲集啊！果然真係好多犀利啊，師兄。全部都犀利。重要時刻開始啦！而家清魚啦！今日呢個遊戲規則呢，就有2個獎項嘅，一個係總重量獎啦，另一個就係單尾大細嘅重量。咁我哋可以每人攞5條魚出嚟。咁而家我哋呢會分別每一條去稱咗，睇下佢嘅重量啦。然之後5條加埋嘅總重量。96。係總共幾多度？係。先嚟。呢個2.782。就好似呢位師兄咁，佢釣獲3條魚，咁我哋先每一條稱咗佢嘅重量，然之後3條一齊再稱，咁啊睇下佢個得出嚟嘅成績，睇下排第幾啦。跟住last一條。哇！3條稱埋幾多啦？緊張啦！緊張嘅時刻啦！哇！講下4.902，暫時好似領先緊啊！又要睇下先。size 上我哋亦都有限制㗎，我哋只會計算25 cm 外差以上嘅魚獲。會唔會以量取勝呢？都係27。金頭雕啊！16。38分。哇！喂，各位，最緊張時候咯喎！仔先嚟。個牌。第一條都2.526。第一條都2.2，呢條都1.59喎。全部落榜。哇！犀利啊！呢條。哇！7.064。哇！大家可唔可以俾啲掌聲呢位師兄啊？實在太勁啦！好犀利啊！厲害！唔係講笑啊！
個個師兄都咁犀利嘅，啱啱好5條喎。凡係一律唔夠25 cm 嘅魚獲，我哋都唔計算㗎。當埋啦，唔緊要，都唔夠，夠唔夠個長度咧？我哋好嚴謹，我哋要過25 cm 外叉嘅臘魚先至計雕科。雕科啊，好2條。1.096。好啦，成績就寫低晒啦。好啦，齊晒啦。大會公佈啊，咁我哋計算下先。等陣先，計算下先。跟眼。喺度啊！呢啲交流時間，犀利啊！犀利！經過基哥再三複合，總成績終於出咗嚟啦！恭喜晒咁多位參賽者啊！都有少少距離嘅，都有啲距離㗎，好易計啊！2點幾？唔係我話大魚獎，係啊，2.3幾，係嘛？爭百幾斤都爭幾兩㗎啦，爭幾兩啦！好嘢啊！經過各位專業嘅會計計員啦，辛苦晒！介紹今日嘅頒獎嘉賓，台灣三師達嘅周董周生。周董。钓鱼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三师达，就是我们首先谢谢大家支持Shimano 三师达还有那个新华钓鱼。我们今天很开心，就是说大家来这边钓鱼，而且我看大家很兴奋因为大家都钓得很好这样子。那其实从去年我们就有办那个钓软丝当然香港就是钓软丝也好，或者钓鸡钓都是最主要的一个钓法。所以我想就是说，每年我们都会办这样的活动，希望大家来参与。那参与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有跟那个其实今天还有2位嘉宾，一个叫田中科长，是他们的。那当然另外一个钓鱼名人大家都认识的林德先生，你好，他是我们分享的一些经验这样子。所以我想说今天大家很开心，因为他今天很兴奋所以他自己说我有什么东西他都会再捐出来给大家做。所以我们今天谢谢大家。然后另外我跟那个田中科长他们市场企划部，以后就是说我不管就是台湾也好，或者韩国也好，或是香港也好，很多的钓鱼的，其实基钓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多的环境大家可以去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很诚挚邀请大家来日本，然后韩国、台湾，让大家做交流。所以我想说，以后不是只有在香港钓，各地去钓，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所以谢谢大家，也继续支持Shimano、新华、三师达，谢谢大家。好，日本語ですいません。咁我幫佢翻譯下，咁佢講下話點解。日本のシマノ本社、大阪ってところに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ちらから来ました。皆様いつもシマノ製品をご愛用いただき、お使い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々シマノでは皆様に喜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に、より良い商品でビール、ボット、それからウェア、皆さんに本当に喜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な商品を作るために日々頑張っております。こうやって生活本部に来ましたので、皆さんにこの製品についてのご意見、ここが素晴らしいとか、ここがちょっと足りてないよとかいただけると非常に嬉しいです。今後もしっかりとした商品を作ってまいりますので、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本當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係咁佢係三本先生啦，咁佢就喺日本大阪嗰邊啦，咁Shimano咁就總公司就過嚟嘅，咁就過嚟同大家一齊參加呢個海盃活動啦。應該 OK， 應該 OK。係啊，咁佢就都多謝大家咧，咁就咁多年嚟咧都即係都用關注我哋Shimano啦，咁都用我哋嘅商品啦，咁我哋都會喺即係之後嘅日子啦，都會多啲即係留意聽嘅大家意見啦，咁都會更加咁樣就即係改進我哋即係出發嘅一啲竿啊，嗰啲救生衣啊，一啲即係鉸啊等等嗰啲都會再更加做更加咁嘅專心咁樣咧去延住我哋嘅之後嘅商品嘅，咁希望大家都之後都多多指教啦，好冇？好。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京都の平和と言います。香港には7年ぶりに来ました。係，咁咧就係嚟自於京都嘅，咁啊阿平和先生啦，咁大家佢都知佢係京都出身嘅，咁啊京都人，咁啊咁佢都有7年冇嚟過香港，咁啊都好高興，咁啊今日見到大家嘅。今回はでっかい魚を釣りたかったんですけど、残念ながら釣れませんでした。係，咁啊今次阿平和先生咧，佢都想即係喺大家面前都釣翻條即係大條嘅即係刺刀啦，咁啊就黑沙啊或者牛屎臘啊，咁俾大家威下，但係我知今日就有釣唔到幾個魚啦，係啦，釣到好多大白鯊。有啲係啦，有啲嗰啲咁樣，但係都釣唔到嚴重啦，咁啊就都有啲遺憾嘅。でもみんなと會えて一緒に釣りができて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係啦，咁但係都雖然就釣唔到即係佢個目標嚴重啦，咁但係都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一齊即係作釣啦，咁一齊交流下釣魚嘅心得嘅，咁啊都好多謝大家嘅。係咁啊，今日都恭喜釣到嗰位大牛士，因為大牛士啊，係大牛士嗰位師兄啦，係啦，咁啊都恭喜佢嘅，係啦，咁見到佢都好犀利啊！係咁啊！平和先生咧，咁啊之後都會即係再更加抽多啲時間過嚟香港就見大家嘅，咁啊都希望再有更多機會可以同大家交流啦。好，多謝大家。耶！開心啦 ！Thank you。好，跟住頒獎儀式係嘛？好啦，緊張時刻啦！而家進行頒獎嘅，嗱各位留意聽住啦。第8名，鄧國輝。Yes。耶！第7名，歐陽日進。掌聲78 kg。行翻前少少，行翻過去。好嘢啊！我負責嗰個艇㗎，勁。第6名，黃海文。好嘢！企中間少少，公仔企喺嗰啲，企翻少少。師兄呢邊先，唉，勝利笑容係啦，最緊要。第5名，梁浩君。好嘢，好嘢，師兄啊！336 kg 嘅。好，預備。勝利笑容，師兄啊，又係 A 艇啊，掂啦，第4名係盧海文、盧月文。已經係2.696 kg 嘅。啊，好嘢，師兄，掂啊！我哋嘅大尾獎啦，大尾獎得主係張國良。哇！師兄有啲緊張啊！師兄放鬆啲，寬容啲，開心啲。好嘢，好嘢，叻！季軍啊，李平少。好嘢，犀利啊！係2.782 kg 嘅。俾啲笑容阿平，俾啲笑容先得㗎。寬容啲，師兄，開心係啦，可能好嘢，犀利，寬容下，夠寬容下，到亞軍啊！亞軍係李兆偉，又係成績係4.90。犀利，師兄，犀利，犀利，犀利，係那個，好嘢啊！望鏡頭，掂啊！好燦爛啊，師兄笑容。好，等等啊，嚟多張，嚟多張。
師兄認真犀利啊！除咗攞咗單尾獎之外，仲係全場總冠軍嚟㗎，總重量佢7點幾 kg啊，真係犀利啊！實至名歸。寬容好多師兄，開心晒，開心啊！好啦，恭喜晒。好啦，各位可唔可以再俾啲掌聲我哋冠亞季啊？開心啊！好嘢，感謝晒各位師兄啊！哇，掌聲好好啊，做得好 ，thank you 晒。好嘢啊！好嘢，好嘢！哇呀，終於叫啦，佢叫啦！我哋會進行呢個摸彩活動嘅。摸彩活動啊！哇，好靚啊，好多禮品喎！今日所有禮品都有我哋蘋果卓也老師嘅簽名 ，thank you， 好靚啊！全部都親筆簽名啊！羨慕死我啦！我冇啊，啱啊！大會今次有一個非常特別安排啊！由於3月8號三八婦女節，咁有2位女士參加者，咁有個特別嘅獎送俾佢哋啊！不過要猜情尋去贏呢個獎品啦。期望日後呢，更多嘅女士都一齊嚟參加呢個基調活動啦！咁啊，恭喜晒啊，師姐！恭喜恭喜恭喜！這邊看。個袋調轉個袋。啊，好嘢，有禮品啦！恭喜晒師姐，寬容啲再掂啦，唉 ，OK。咁樣抽，先抽呢個，先抽這個先。唔知。石有名，有名。石有名先，有名先。好開心，影相台影相。好嘢，開心。繼續影相啦。啊！師兄已經手揸個亞軍獎，再攞獎，好嘢啊！啊，好嘢啊，紅都有啦。好嘢，開心。靚嘅雨傘啊！發哦，要露下真面目先啊！開心開心開心哦！師兄呢邊幫望一望先，係啦，掂晒，個個都係咪？又係你啦！你幾多錢過去費㗎？即係到我又攞埋，哇！開心啊！開心開心！簽名版養魚袋。哇！係簽名版養魚袋呢個簽名啊！師兄俾個真面目睇下先，哇！幾開心！掂啊！開心，喂，好嘢！落街買送一流。師姐開心，犀利啊！嗰條魚嗰啲出翻嚟啊！開心啊，師兄！開心！終極啊！終極啊！哇，一套㗎！哎呀，我又好嘢，犀利！再加2個嘅。仲有，攞晒啲嘢做魚缸喎。呢邊影相，首先過嚟晒。啊，完成嘅。師兄係咪打得黃辣湯多啊？要用支靚啲嘢㗎？係啊，我認得啊！叫我個今天拿的。哦。越嚟越的色喎。
啊，釣咗10幾條啱釘嘅浮波，仲有10幾條啱釘㗎，仲有賴腳，加再加辣椒添。加賴腳，邊位幸運兒？執都撈埋啊！你真係。我哋工作人員同大家講聲多謝嘅。謝謝大家，謝謝大家。多謝大家支持。我哋都同你哋講聲多謝啊！多謝晒，辛苦晒咁多位師兄啦。咁你哋而家可以落翻可以離開㗎啦，多謝大家嘅嘢。好咯，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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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咯，好啦，圓滿結束啦。咁啊，今日係我首次做呢個工作人員啊，好開心啊！見到個個師兄一代二代啊，係啊。希望下次我都有機會一代二代啦。好啦，做嘢先，開心啦！一日工作人員順利完成啦，多謝晒各位師兄師姐參加啦。咁啊，再次多謝晒 Smano 啦、三師達啦同埋新華同埋有關方面嘅單位一齊舉辦呢啲釣魚嘅活動啦。咁啊，希望期待下次可以再一齊參加啦。咁啊，下集再見啦，各位，拜拜啦！